依家就輪到你啦！我淨係想你做呢一個思想實驗之後，喺一個模糊、充滿情感嘅畫面之中，捕捉3個最能夠觸動你靈魂嘅關鍵詞。可能個關鍵詞係勇敢，可能係創造者，可能係佢係一個好爸爸，可能係啟發，可能係自由，可能係戰士。將呢3個最能夠代表你理想中版本嘅自己嘅 keywords 寫喺下面嘅留言區。呢一個留言呢，唔係寫俾我睇嘅，呢個係你自己同你嘅靈魂簽訂嘅一份契約，一份關於你將會點樣去活你剩低人生嘅神聖契約。而呢3個詞語將會成為你未來1年做所有決定嘅最高標準。每一次你做選擇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問下自己，究竟呢一個決定會令到我更加接近我嘅嗰個3個詞語啊，定係會離我遠咗呢？而呢個練習就係你由一個以 CV 履歷表而活嘅奴隸，轉化成為一個為哀悼詞而活嘅君王嘅第一步。咁所以唔好再為生存而活啦，開始為你嘅傳奇而戰啦，好好為你嘅墓誌銘由今日開始親手寫下第一筆啦。